好，各位，我们来看这一章，善导大师讲的。善导大师是谁啊？你们都知道的，书一再的说明，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的再来人。他不忍心众生修持的法门颠倒了，比如说杂行杂修，结果让自己不得成就，一直继续的六道轮回，受苦无穷。所以善导大师不忍心，因此他诚愿再来。他告诉我们，得免娑婆常劫难呢。你可以免除娑婆，就是我们在这个人间常劫难呢，不是只有一世两世，很长久的时间里面，我们所做的罪业，这种灾难所受到因缘果报，非常的痛苦。这个难就有灾难呢，因为我们在人世间的习气很重嘛，对外在的那种贪求，我们欲望太强烈了，所以这个都是劫，就是一种劫难，非常大的罪业。所以我们经过这个磨难，如果你可以免除在这个娑婆世界这种灾难的威胁，特蒙知识释迦恩，我们特别要承蒙善知识释迦佛的恩德啊！要不是他觉悟了、开悟啊、觉到了以后，他把他所得到的这个整个宇宙的真理、世间的真相很清楚的告诉我们，所以我们才知道说，哦，我们有今生有来世啊！甚至于如果说你方法走对了，路途走正确了，那么你一走就一帆风顺，你就跳脱这个黑暗，不要再受苦受难。这个恩德就是释迦佛开始把这个道理讲开来，解析给我们大家明白，所以我们就特别感恩释迦牟尼佛，这是我们的大善知识，种种思量巧方便。释迦佛陀一看，在一种末法年代的一切众生，到底用什么方法来解脱，来去成就？用什么方法？他一直种种的思量，用各种方法来去考虑、去衡量，要用什么巧方便、最巧妙的方法，能够接引众生，能够快速的成佛，能够很简单、很容易的就去成佛。用什么方法呢？释迦佛陀就种种的思量，想出一套适合我们众生的、适合你我这种程度的人。我们是烦恼不断的、妄想心很严重、很厉害的人，怎么样让我们这些人个个都得以解脱，可以去成就？他一直在考虑，一直在思量，最后他选的弥陀弘誓门呢，他一直筛选怎么样做，那众生可以修得起来的，能够相应起来的法，他最后筛选得到说应该要用弥陀的弘誓门，阿弥陀佛最伟大、最宽广的，他对众生的承诺，要用名号来救度这些苦海众生，这种最伟大的誓愿，那种悲心悲愿广大无际啊，这种法门才是你我现在末法年代的众生唯一可以选择的道路啊！不然没有其他方法，没有其他途径能够让我们这些罪恶的凡夫可以解脱，可以去成就的，没有办法。所以你看，善导大师用这几句话来提醒我们大家，说佛这么慈悲，释迦佛用他大智慧、圆满的智慧、高超的智慧，这种无漏的智慧，告诉我们说，一定要选弥陀的弘誓门，阿弥陀佛最伟大慈悲的对众生所发的愿力来救度我们众生。所以你看，我们要不要感恩？这是释迦佛告诉我们的啊，释迦佛亲口宣达的道理啊。所以我们如果不听，你信不进去，还是继续怀疑，那以后你没有成就，你不能怪别人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很清楚了解到，这个话我们讲不出来，只有善导大师以他这种修持的正量，很清楚的剖析来解析这里面的重要道理，告诉我们大家。我们很感恩善导大师，感恩释迦牟尼佛，感恩阿弥陀佛，对不对啊？我们今天用这一章来跟各位大家报告。南无阿弥陀佛。